上兌現同離世婆婆嘅承諾，贏完世運會，再成為香港第一位空手道世界冠軍。蔡俊彥成為香港第一位劍擊世錦賽冠軍。張家朗、江文蔚之後，香港第3位，年終世一。我由細到大都唔想我成功嘅人講對唔住，我得咗啦。34歲黃鎮廷，20歲陳浩華，乒乓男雙老少組合，世界排名首度升上第一。硬地滾球 BC 4級，張元雙料世一，女子排名升到世界第一。雙人賽火拍大師兄梁玉榮排名同樣當頂。齊齊突破，成都世運，港隊贏得歷屆最多3金2銀1銅。世大運港隊拎到2金1銀4銅。佘善恩蟬聯女子重劍係香港第1人。黃澤林歷史性打入美網32強，喺維園帶領港隊晉身台維斯杯世界一組附加賽。黃鎮廷、杜凱琹探訪12年合作無間，第4次乒乓世錦賽混雙奪銅。多個項目稱霸亞洲，鄧俊文、謝影雪首奪羽毛球亞錦賽混雙錦標。劉子君、何子樂壁球亞錦賽封王稱后。小女車神李思穎大豐收，亞錦賽錄取1金3銀1銅。貝俊龍乘風破浪，帆船大滿貫巡迴賽亞錦賽封王。趙顯臻、洪詠欣掛出亞錦賽金牌。足球熱潮熱爆啟德主場館，亞洲杯外圍賽。新加坡打拳讚人。主帥為多支外2021年今年球星獨訪香港。舉手、投足都係焦點。亞洲女足之母陳瑤琴走過傳奇一生，享年102歲。